上面呢封粉絲來信，飛仔哥睇完都覺得一頭汗啊！真係有啲唔好意思再繼續講粵語騷啦，終於可以退休啦。不過諗真啲，雖然我哋撐粵嘅粉絲都係人才，飛仔哥仲係有自己嘅價值嘅，仲係有副不屈不撓嘅衰樣嘅，仲有飛仔哥2個粉絲數加埋超過1萬嘅視頻號啦。既然有咁高素質嘅粉絲，飛仔哥就要更加努力為粵人發聲啦。大家話係咪？仲有下邊呢個粉絲丙呢，同樣係激情到爆啊！我再讀下，因為佢嘅文字比較亂呢，我就幫佢組織咗一下。其實佢主要講2個方面嘅。第一，點解要撐粵語呢？海外粵人們，點解你哋直到而家仲唔覺醒撐粵人粵語啊？難道你哋見到自己嘅故鄉俾胡人撈 B 改造成而家咁嘅樣，家鄉已經面目全非啦？粵人粵語慢慢斷子絕孫，你哋會甘心咩？難道每年清明節喺故鄉先祖嘅墳前聽到漫山遍野嘅本地撈講嗰啲胡語普通話，海外粵人你哋會甘心咩？難道眼睇住自己嘅祖產未來會俾啲撈 B 北佬雀巢鳩佔，慢慢佔據為佢哋所有，會甘心咩？難道海外粵人見到胡人撈 B 改造我哋嘅下一代，將佢哋應該知道嘅歷史抹到一乾二淨，會甘心咩？難道海外粵人知道先祖嘅在天之靈，而家只能夠無奈同憤怒，你哋會甘心咩？所以海外粵人必須要盡快覺醒，唔好再幻想可以獨善其身。撈佬滿蒙民族假漢人，佢哋自帶文革紅衛兵嘅 DNA， 北滿胡語即係普通話，不單只有濃濃嘅官味，而且仲有濃濃嘅文化大革命味道。話佢哋只係有官味，真係太過俾面佢哋啦。普通話滿大人就係為咗批鬥他人而發明嘅語言，所以北佬簡直就可以一夜之間變成全民紅衛兵。茂名人話齋，屌你老撚！粵人一定要覺醒撐粵，先能夠對得起先祖同埋國內同胞。我哋一定要不斷發出我哋要站起來嘅聲音，等嗰啲胡人撈 B 俾海外嘅撐粵大潮搞到佢哋晚晚都瞓唔着。第二就係關於撐粵語嘅方法同方式。境外撐粵語嘅方法，首先就係要團結，聯合起嚟。